新澳門學社就明年度嘅政府施政方針提出4點施政訴求，重點提出填海新城住宅區要實施澳人澳地政策。新澳門學社建議政府應當及早將填海新城嘅住宅區規劃實施澳人澳地政策，並且要清楚定性呢啲土地嘅使用。規定填海新城住宅嘅單位響2049年12月20日前，第一手同埋轉手置業嘅小業主必須係澳門特區居民。佢又建議將填海新城預計嘅至少4萬個住宅單位入邊嘅一半預留作為公共房屋單位，而其他施政訴求仲包括加強議會監察重大公共利益公開辯論、開誠佈公處理批地及資助，以及整頓行政法務與運輸公務範疇。澳門電視台記者潘永文報導。